隻微雨，吹3至4級偏東風，間中5級，氣温又為攝氏20至24度，相對濕度介乎70%至98%之間。預測最高紫外線指數約為4，級別屬於中等。空氣質量方面，預測本澳今日空氣質量指數係介乎35至60，空氣質量水平屬於良好至普通嘅。天氣報告就講到呢度，將時間交翻俾節目主持啊！唔該晒氣象局嘅張生。今日嘅心靈手語會講下健康加油站，一齊學下相關嘅手語啊！浩文啊，除咗你之前講嘅方法可以提升自己嘅身心健康，仲有冇啲另外嘅方法啊？衛生局、文化局同埋體育局佢哋合作啦，喺1月12號，全澳8個地點呢設置健康加油站。咁呢啲活動嘅內容係啲咩嘢㗎？我哋介紹一下啦。現場呢係有健康促進員，佢哋呢提供量血壓、初步嘅健康評估同埋後續嘅方案建議㗎。除咗健康評估，仲有其他嘅支援？有㗎，健身指導員呢係會指導你正確點樣去使用健身設施，同時呢亦都有文化傳播員，透過繪畫、音樂表演等等嘅活動，幫助居民一齊放鬆心情，同埋洗滌心靈㗎。原來係將健康、文化同埋體育一齊帶到入社區，感覺呢比較容易參加。由2025年推出開始，已經舉辦咗差唔多200場嘅活動㗎啦，亦都有14萬嘅居民參與。同時呢，亦都同社會服務機構合作，擴大身心嘅健康支援，加強咗衛生中心嘅心理健康服務。聽完呢，我都好想去試下，起碼呢，先量個血壓，了解下自己先。而家一齊學手語新字啊，好唔好啊？好啊！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轉介，轉介，拜拜。唔知大家童年嘅時候啦，喺睇一啲乜嘢卡通片嘅咧，會唔會好想扮下故事當中嘅主角，咁出翻一招半式咁呢？的確係啊！細個嘅時候咧，想像力係好豐富㗎。如果有主角嘅武器可以扮鬼扮馬，一定係好開心嘅啫。就好似今集數碼礦工嘅阿 Ken 咁啦，介紹咗一把雷神劍，據說咧佢終於可以完成佢小時候嘅心願啦。另外啦，仲會介紹一款啱晒一家大細玩嘅 game 喎。咁而且咧，亞洲人咧玩起上嚟會特別有親切感咁喎。聽講咧呢一款遊戲玩起嚟咧就冇咁容易發脾氣，呢個亦都係一個賣點嚟㗎。一齊嚟睇下數碼礦工嘅介紹啊！今集咧同大家介紹一個動漫嘅小玩意啦，係一把好出名嘅劍，叫做雷神劍。咁呢個雷神劍係出自邊一度嘅呢？就係一套好出名嘅動畫啦，叫做《反斗劍神》嘅主角嘅配劍嚟嘅。其實如果有睇套動畫，大家都會知道啦，個角色好似熟口熟面咁樣。咁其實個作者呢係好出名嘅名偵探柯南嘅作者青山剛昌所畫嘅早期作品嚟嘅。咁好似呢把劍嘅獨特之處咧，除咗裝佢有特效之外咧，佢咧亦都係收錄咗好多啲主角嗰啲名台詞咁樣嘅。一撳掣咧，
佢就會將嗰收錄嗰啲台詞咁樣播翻出嚟咁樣咯。有冇印象佢嗰幾句名台詞大概係講咩？好似話，譬如有佢自我介紹嘅話，個主角叫做鐵忍啦，話我就係鐵忍，我係一個武士嚟嘅咁樣。其中一 part 故仔咧係講粒珠俾人奪取咗，咁然之後主角係揸住一把空殼，即係呢個冇珠即係冇靈魂嘅劍，咁點樣去對付對方啊？即係譬如佢諗到係中間有個窿，佢揸住嚟喺度轉圈啊，喺度斬人啊，咁呢啲招數其實你中意你都可以完全自己呈現出嚟嘅。買到呢啲咁還原度咁高嘅咁跟原著嘅武器，其實就好感動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你知細路仔好中意睇啲動漫啦，咁好多時候咧，你係好想仿照嗰個主角去出一啲招數啊，去跟住佢嚟玩咁樣嘅，投入好多會有唔同感覺咯。你細個有冇擁有過呢把類似嘅舊版啊咁樣嘅呢把雷神？有㗎，其實係有㗎，因為睇好多啲動漫卡通片咧，都有買翻呢啲咁樣嘅武器啊、啲玩具咁樣嘅。咁但係以前啲真係可能係把膠刀嚟嘅，咁純粹係一把玩下手個樣都唔係好似嘅。即係我記得嗰陣時候，佢都唔係話成個星咁樣係就咁連住，最緊要有個雷字喺度，咁佢就當係嗰樣嘢嚟㗎啦。咁但係而家就你會見到顏色好啊，嗰啲細節好啊，全部都係跟足真嘅一模一樣咁樣咯。今日又會同大家介紹一隻新嘅 Switch 遊戲啦，叫做《獵廚狂歡》，係一個新加坡嘅獨立開發小組咧研發出嚟嘅。咁個遊戲玩法咧，同一款非常之著名嘅遊戲《Overcooked》胡鬧廚房非常之相似啦，都係合作去煮嘢食。咁呢隻遊戲獨特之處咧，就係佢加入咗狩獵一啲模式，即係譬如係要整雞肉嘅，你就要打隻雞；要整牛肉嘅，你就要打隻牛，咁樣去得到一啲素材去整咁樣嘅。咁呢隻遊戲好特別之處啦，頭先有講過啦，譬如佢係好多啲亞洲嘅菜式嘅，譬如好似咩鳳梨炒飯啊，好似啲茶芒果糯米飯啊，拉茶啊，又或者好似呢啲珍珠奶茶咁樣。其實因為由於嗰個開發小組係新加坡嘅一個團體嚟啦，咁你會見到佢嗰啲食譜啊，嗰啲食物啲特色咧，會係亞洲風味嗰啲為主嘅。咁你喺遊戲入邊咧，你係可以會見到有啲咩菠蘿炒飯啊，會見到啲珍珠奶茶啊，會見到啲咩泰式炒河粉啊，呢啲比較亞洲特色為主嘅。咁佢哋都係着重想推廣下亞洲啲飲食文化，想多啲人知道亞洲嘅一啲風味咁樣。啊，雖然佢個背景咧，就佢就有少少科幻，即係佢就唔係話一定係邊個國家邊度為之取景嘅。咁但係你會見到佢整嗰啲嘢食咧，就亞洲風味為主嘅。咁好似我哋呢啲亞洲玩家嘅話咧，咁你就會係更加投入啊，更加係好中意玩咁樣。佢每一關咧，佢又可以自己去換一啲廚具啊、裝備啊，點樣去戰鬥啊，點樣可以令你煮嘢食快啲嘅。因為佢兩個人玩，佢唔係4個人玩。佢玩起上嚟咧，你就會有文有理啲，佢就唔會話太混亂啊。大家合作起上嚟就會少咗嘈交咯。因為胡鬧廚房咁樣好出名，又叫做分手廚房噶嘛，玩到嘈到鬧交鬧到分手噶嘛。咁呢一隻就係可以理智啲，即係大家合作可以分工好啲咯。胡鬧廚房都出咗好多年啦，